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呢，民国111年4月28号，阿文哥又伫苗栗东方熟悉到几只个两个来分大家团啊，也来为大家朗读一下呀谜面哈，两个嘅谜面哈来。第一开始係嘴腔细铲呢，嘴巴像小铲子。脚腔细扇呢，它的脚啦像小扇子。行路两片摇，走路的时候摇晃的。行路两片摇，两边摇。水风爬船呢，它在水上划船哈、这个字划要念爬哈。水风爬船呢，马干哦也同一种动物，同一种动物。过来老大家朗读一下。大家再想一下迄个东西哦，伊简单吼，嘴腔细铲呢，脚腔细扇呢，行路两片摇，随风爬船呢，同一种动物来解答。噔噔噔噔，答案是鸭诶吼。之前没有介绍过伊个像迄鸭嘅谜面的吼。也鸭好，就是鸭子啦，国语的鸭子啊，鸭好鸭，这个是入声字鸭，闭口音鸭好。也就係今日的同大家介紹嘅兩個啊，希望大家要喜歡。嘴腔細鏟呢，腳腔細扇呢，行路兩片搖，隨風爬船呢。